你哋覺得我哋100歲嘅時候係做緊咩㗎？我哋嘅孫仔孫女已經返咗工㗎啦，應該有好多時間打麻雀。我應該會退咗休啦，唔使返學，唔使返工，一定可以玩啊！哇正啊 Hello， 我係 Felix。我爸爸今年2026年就100歲啦。幾年前有一日，佢食完早餐之後就不停咁講：耶穌你救下我啦，耶穌你救下我啦。喺嗰一刻，我知道神聽咗我哋嘅禱告。神嘅保守好耐以前已經開始咗。我細個嗰陣時，我爸爸就喺北角賣生果，神就喺北角預備咗一位基督徒，免費咁借出去嘅單位俾我爸爸喺度擺貨啦，生活一住就住咗20幾年。而家回頭睇，原來祝福一直都喺度。我喺教會學校長大，但係由中學去到我決志信主足足40年，神冇放棄過我，佢一直喺度等緊我。我信主之後最掛心嘅一件事就係爸爸嘅救恩啦。喺2020年，我接咗爸爸同我一齊住，喺每次食飯嗰陣時都會為每一餐飯去祈禱感恩，重複咁講俾我爸爸聽。我亦都會帶佢返教會。我係樹芬，弟兄姊妹都會叫佢做芬哥啦，或者係樹芬啦咁樣，佢係好開心，覺得好得意。幾年前有一日，佢食完早餐之後就不停咁講：耶穌你救下我啦，耶穌你救下我啦。我太太同爸爸講福音，亦都帶爸爸決志信主。喺2個禮拜之後嘅聖誕節，佢就喺馬可峰教會受洗啦。爸爸而家左眼失明，右眼淨係得返2成嘅視力，但係每一次沖完涼之後，佢都會打開嗰本聖經，由頭到尾讀一次。愛主的血得救贖，神的慈愛何其寶貴，所需一切真正盼慈愛救恩顯出公義。求主嚟喜樂，蘇士寶啊！上帝愛我啊，永不放棄。神等咗我40年，亦都等咗我爸爸70幾年。原來祝福唔係由決志開始，上帝嘅平安，佢嘅慈愛一直都喺度。希望你可以慢慢睇見神喺你生命裏面嘅祝福。